今仔日我有新的体验，体验。这体验就是讲面对家己的生活，亲像讲上班时阵拄着啥物代志，我会当去学习用无共款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代志呢，无绝对的对甲毋对，嘛足侪道理。其实是即个社会伊去创造的大多数的人拢是安尼想。毋过无代表讲伊就是正确的。举一个例，就是讲我即摆伫 Clubhouse 的台语房，有护理师，伊就会开始开始吹哨讲，咱大家爱注预防射，爱安怎，阁爱照顾身体，爱讲咱爱做健康检查。这就亲像讲，咱的身体甲机械共款，毋过无共款的所在是讲，这机械歹去啊，阁会当换零件。咱的身体足宝贵的，若歹去，无紧定时家检查一下，有可能倒位会歹去，就无零件好换。伊讲安尼，我嘛无法度甲伊反驳，因为这护理师伊讲的内容是这社会现主时大家观念的物件足主流的。毋过呢，我去学身心灵的话，就知影讲，咱莫去想讲咱的身体会老会歹去，爱换用一个足紧张的想法，甲身体当作是讲需要一直顾，一直食药啊，一直食保养品。这就是大家拢讲几岁，45岁、50岁，身体会退化会安怎？这其实就是一种暗示，一种暗示大家讲你的身体食老就会食老食老，就算讲本来身体是好的人，嘛是会伫这种阴影内底，就伫这种烦恼内底，想讲什物时阵毋知影身体会有啥物歹物仔咱的观念拢是讲，这个身体就是爱交互别人照顾有抢生产的药仔、保养品，无就是医生的吩咐。阁有讲食物件就爱照来照营养师伊的菜单咱的生活中就是拢有这种观念毋过就是我若接受着身心灵的思想，就开始知影讲这虽然是大部分的人的想法，毋过无一定是正确的啊。像讲四大公投大家嘛会讲，我不爱美国猪安怎，这嘛是真侪人的想法。毋过大家想法不的确就是正确的，伊有可能就是用想的用一个讲我不爱食，安尼较安全等等就是讲这意思是要互我知影讲，有时阵
我诶心肝会感觉足艰苦诶原因就是讲，我用这社会主要现主时诶观念去看家己，去看即摆家己。我相信诚侪人嘛会做即款代志。就亲像讲，我有一个以前诶同事，伊即摆伫编剧，伊嘛是会想讲，为虾米会共款写剧本诶人，有诶人伊写诶物件都会当去做戏、去做电影，毋过家己哪会奇怪，拢无替人欣赏呢？进前伊做啥物代志拢足顺呢？即摆哪会讲写剧本？伊就想讲，这是我找着我上爱诶，毋过哪会互我感觉讲，我必须要选择讲爱放弃咧？就是当然我嘛无体验伊诶生活我无法度去讲啥物评论毋过我想要讲诶，就是讲有一寡人有可能讲对伊来讲这诚好，毋过大多数诶人拢是咧看社会诶主要诶观念。像我嘛是安尼，就是讲去上班，就想讲上好就是我会当做一个小小诶主管。做主管总比讲做下骹手人搁较好啊。代表讲我这个人着公司信任，主管嘛欣赏，而且表示讲我诶表现是伫即个社会、即个工课场所有保障啊，是较主流诶毋过就变成讲，若拄仔好白好势，亲像袂当讲白好势。若亲像讲，我安尼做代志有可能讲，无互大家欣赏。我回答主管的问题，就凊彩讲诶，主管有可能就讲，这个人就是凊彩好诶，安尼凊彩唬咱。即个时阵，我若讲着想讲我为何我为怎样无法度亲像某物人共款安尼？一讲话，就主管就足欣赏。特殊对家己有一个就感觉家己无够好。我追求心内去追求一个社会上会过达观。毋过家己去做诶代志嘛无为迄个嘛无为社会主流迄条路去行。变讲着人就诚痛苦，就是讲我为东边一直走，毋过我一直看西边，讲西边我若看西边的风景，我无拄着啥物风景，我离西边倒一个迄粒大石头愈来愈远啊。就变讲安尼生，就变成讲我这个人就是会辛苦白疼，有可能就会来。因为我的身体甲我的头脑是无共款的方向。当然灵魂甲身体拢会挡袂牢。我就偷偷甲伊偷开。一开始讲偷开，甲伊先讲这讲是简单，毋过拢毋知影要安怎做。我今仔日就有体验，就是讲，我就做我家己亲像讲一开始我若讲台语嘛有同事就会甲你讲华语，伊就感觉足奇怪，讲你台语就是有一个臭奶呆你哪会一直
坚持爱讲，这同事都袂甲我讲，毋过会甲台语诚好诶人讲，会互我讲无得着对方诶肯定，心肝内会艰苦。毋过嘛有人讲去问原因啊，问诶，我著甲伊应讲，著第一学台语啊。我著发现讲伊会开始用台语甲我讲话安尼。这著变讲，我无法度要求每一个人拢做配合咧，这无可能。毋过我会当做诶，就是讲，有人会安尼著好啊，著对我讲话讲台语安尼。有诶人是讲怪怪，毋过伊袂开喙甲我询问啊，就是放互自然啦。伊讲伊诶，我讲我诶。当然嘛有人就是我甲别人讲台语，伊著爱干涉干涉我若讲有抗议，伊著嘛见笑转上去，尾仔伊著不爱甲我讲话啊。嘛有即款诶，嘛有拢有足侪种，当然嘛有问诶，讲你倒位人啊？你客人嘛？你讲话是拄仔伫学吗？就亲像伫 Clubhouse 顶头。虽然拢讲台语，毋过每一人思想真正无共。嘛有台语诚好诶人，是用吹沙保语诶角度，去鼓励大家。佫有讲这字声，字声，足侪人拢无讲啊，拢疏忽去啊，又安尼教，嘛鼓励大家。别晓讲台语，就豆豆讲，安尼甲伊练转来。有人诶态度是安尼，有诶人诶态度就是讲对有讲华语就好啊，莫讲啥物济文嘛，你嘛爱讲台语嘛有人是即种观念，即种态度，嘛有人讲臭奶呆，拢足侪种诶，每一人想法拢无共。我无法度讲要求讲，我拄着诶人拢一种反应尔，其实实在毋免安尼。就是讲，我爱创造我家己诶内心，我心内诶世界。我心内诶世界就是讲，看到这代志，看到好诶、歹诶代志，拢会当伫我心内做一个能量诶转换。拢拄着歹诶代志，我会想讲，这是一个考验，考验，考验，若拄着好诶，就是想讲真幸好，这是一个小确幸。当然，伫 Clubhouse 就是百种人。有诶人啊，伊足受欢迎，伊开一个房足受欢迎诶。你著知影原因，因为伊伫台语房啊，伊著会尽量讲台语，而且对每一人拢足亲切诶，佫足热心诶，著知影讲安尼这人受欢迎，毋是别种原因，有可能就是讲因为伊保持伊即种。对每一人拢诚好，无即种计较诶心，安尼就是无私诶付出，伊就会有一个能量，即个能量大家拢会当吸收着，感受着即种能量，变讲这拢足无形诶。每一个人诶，拢是无共款诶，我会当做诶，就是讲去观察，观察以后咧，我就会使做我家己诶智慧，这佫牵涉着一件代志，就是讲，大家拢用社会观念讲，这个人拄仔好出社会，做少年。
做生诶，生到会出汁，逐个就对伊拢对伊拢有做有甲伊看重吼。啊，若有人就是伫要退休诶年龄，就想讲这搁要拼都袂赴啊，就看见讲，若去读研究所诶时阵，若40-50岁搁去考啥物博士班，硕硕嘿硕硕士班博士班啊，搁会上新闻呢。人会想讲，你学这你都剩无几年就算你会当活甲足济岁，100岁，毋过你着退休诶年龄嘛找无头路安尼搁安尼拼，搁安尼学习，是毋是伤辛苦这就是即个社会主流，伊有看着讲，即个伤就是年龄即个伤，伊就会相信即个物件每一个人拢相信，就是讲年龄是真大诶一个资源年龄愈轻愈早成功就是愈好，这是因为咱对时间时间的即种时间的概念是安尼就变讲毋过呢，我若知影讲，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白死的灵魂永远存在灵魂，而且呢，咱阁会去投胎我即摆学的物件，袂讲无彩，学好后世人我这智慧就增加，会累积伫我灵魂内底袂讲这若投胎就啥物拢白记了，拢白了工会想讲白了工想要有诶无，是因为讲咱诶目睭咱诶即种头脑看袂着讲这宇宙诶这智慧，阁有这宇宙是安怎运作，咱拢总毋知嘛，拢嘛听人讲尔阁有人无听一寡 New Age 去讲伊就相信科学有人是相信宗教就变讲咱就会讲想着讲年岁大，就想讲这就无啥物好会当拼就会对家己就变甲家己会嫌家己家己会去会甲家己限要怎讲会甲家己限制限制家己的发展咱对年龄即个想法，就是为社会大家观念来的。毋过这观念无代表是正确观念我即摆呢，就是讲有一寡体验亲像讲囡仔虽然讲因为有出册特殊讲就爱讲去紧去做物件，做新的物件毋过咧安尼嘛袂要紧我有看着讲每一个人毋是用即种态度讲这个人就是交出册啦，以前我拢足惊别人安尼想愈惊其实家己是愈交出册毋过我今仔就有看着讲无共款就是大家其实是想讲甲这物件做甲搁较好就是内底有一个同事伊就袂讲我即摆就毋是啥物主管也无就讲我做主管就无希望，伊袂安尼想伊就会讲要安怎甲系统用甲真好，伫伊会当做的即个范围内底
伊就有即种想法呢。而且伊嘛互我感觉讲，伊是真正要甲代志处理好，毋是讲要讲这是谁的责任啊？甲真顶死无共，真顶死互我感觉就是真顶死的去讲这人啊，就是较无效啊，这人啊，就是莫互伊较足重要的势头啦，安怎，会较甲人去分即个关系，毋是讲想要甲代志好好处理掉，嘛有想要讲，想要讲这人袂当啦，安怎，那阮嘛是因为有今仔的经验，我就豆豆知影讲，我这人毋免紧张啦，毋是讲一直想讲家己甲伊先做无好呢，无怪主管去选讲未来小主管，内底名单就无我这人啊，就是会因为即种观念搁伫头壳内底，毋过我即马已经好诚济啊，袂讲我想法内底想讲若有一工发现讲身躯边的人比我搁较少年，毋过咧成就比我搁较悬，有时阵会惊讲家己会受着刺激，即马就较袂就知影讲家己家想互开，就是讲毋是每一个人拢是爱行共款的目标，嘛毋是每一个人去追求的物件拢共款。我即马想要追求的，就是讲，我心内的想法，会当豆豆调整，莫讲定定感觉家己无介好，台语讲无好，写小说无人伫试，无人做爱看，就是看嘛。讲字伤济安尼拢无人讲一看就足介意，是拢无人去看，无就是讲恁有跳公司的人欣赏，无就是安怎拄安怎，我头壳内底阁有即种想法，有即种想法的话家己就是虽然。做我的方向，走去东边去毋过我的思想阁留伫西边，变甲诚痛苦，明明我这人就开始写小说，就已经行无共款的路，想要甲我的灵感，家己拢写，会当写，毋过我阁希望讲。变成足侪人爱看，变成一个伫网络有名的，有一寡微众的一个作者。变讲我阁是西边的迄个思想阁走出来，就是社会安怎去定义讲一个成功，是啥物状况，是啥物条件。我就不知不觉中，就有即种希望、期待，就亲像讲，有人伫 Clubhouse 开房间，有可能伊就是要创造一个讲台语的环境，互大家交流。伊嘛会当讲用爸母话来开讲，足轻松，嘛会使实在足侪人诚好。毋过伊可能阁用主流的观念，就讲奇怪，啥物人无甲我尊重？啥物人无定定来？啥物人是我的好朋友？啥物人甲我袂合？有啥物人会插我的话？就是这西边的即种物件，阁
走入来，走入来以后，伊就想讲，哪会奇怪？去台做啥物代志，拢共款拄着无爽快诶代志。其实问题毋是伫讲有啥物白白诶人出现，毋是啥物有诶无诶代志。有人闹场啊，也是讲有人就是较无即个心啊，拢毋是。其实咧是伊家己内心诶问题。我嘛是安尼啊。我都已经伫学台语讲台语啊，我都应该甲主流诶观念就是甲西边诶观念甲伊看较开咧。毋过咧，我都伫学台语，阁想讲，奇怪，哪有人阁弃嫌我诶台语？讲哪会阁无人一直对我讲台语？明明对方会晓讲啊，会晓讲，哪会不爱对我讲呢？这嘛是诚主流诶一个观念，就是讲，事实上我家己会当家己创造一寡台语诶环境啊，无论是讲会听一寡好听诶影片、广播电台，无就是Clubhouse有一寡人台语讲甲诚好，做者讲，做者方式，毋免讲一直帮讲爱有路上拄着诶人，同事青分人，每一个拢足顺我意，拢对我讲台语，其实毋免安尼。有当然诚好，毋过若会造成我诶失落，造成我诶痛苦，这著是爱调整我诶想法。爱调整诶，毋是这世间诶人，这世间诶人，百款，我无法度去，叫因一定爱安怎想。每一人拢感觉因诶话，因诶想法足有道理诶。亲像阮甲阮翁，伊嘛是四大公道，甲我诶想法拢无共。要煮啥物有方式，嘛是甲我诶想法拢无共。连阮翁我拢无法度讲，互伊改变伊诶原来诶想法啦。敢若有一个是电厂，是三节诶电厂，接电站，敢若即个尔。原底对即个都无做坚持诶。意思就是讲，奇怪，连阮翁我拢无法度去改变，我阁如何去改变？讲这台湾我拄着诶每一个人呢？我甲对方敢若一分真诶缘分嘛，这缘分足短足浅诶，足歹去影响别人。我会当做诶，就是我著坚持安尼做。有人会受到影响，有诶人就是想讲，著共款诶态度，迄袂要紧。真正我就是需要去体谅讲，我拄着诶人就是有百款。当然有一寡是主流诶一个风气，若一讲，大家拢会听话。就亲像讲，每一个人出门都会去挂喙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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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惊替互罚钱，嘛惊替互别人讲话嘛。有时阵有一寡做法是大家马上就会接受，就会照做。毋过有诶物件就是讲，像你写小说、写文章，
这字足长诶吼，你爱拜托别人看，别人阁想讲无遐济时间，无遐济性命，有诶代志就较歹，较无简单去甲别人影响，较无法度有即种起因力吼。你若讲是食诶啊，看电影啊，即种大家想讲足轻松诶，当然就较有法度。即摆人就是讲，这时机都毋是讲去看册、看这文字诶时机，嘛毋是讲去学台语诶即种时机时机较歹啦毋过咧，我嘛毋免去想讲，我哪会不爱踏着时机若真正要踏着时机，有可能就是去学啥物加密的的钱啊，就是迄种做新型的钱有可能讲到钱每一人拢开始有兴趣啊，过你即个知识，阁是做新的，阁会使有机会互大家趁着钱这可能就是做主流的，就会吸引听你话的人，看你文章的人有可能是安尼。毋过咧，毋是每一人就看啥物做实件会当趁着钱，每一人拢去做共款的代志，无共款的代志都无人去做啊，安尼嘛毋对呢。就亲像公司内底有人做东，有人做西，若每一人拢去做业务，这规间公司毋是大家拢做共款的代志啊嘛？我就是伫这生活中，找着一寡智慧去改变我的心情，而且会当足巧的去转变，进前就会用足艰苦的厉害家己的想法，就是嫌家己无好啊，无就是家己去紧张啊，足惊无好的代志发生啊。这拢是厉害家己有时阵人就是会安尼去厉害家己，去换一寡较安全的感觉就变讲，我即摆就去换方式，像 Clubhouse 有一个吹沙台语的人，伊有讲讲若你台语讲无好势，佚有人问讲你是外籍的新娘无？你就会使用做笑话的方式讲，对，我是伫外口踅一连踅几啊冬的外籍新娘，我即摆阁踅转来台湾啊，就是做艺术的方式，去甲人应话。我相信讲，若用即种态度，是足值得我学习的。因为伊的即种讲话方式的背后，就是讲去接纳一切，家己台语讲无好势，别人去有淡薄仔歧视，还是有诶无诶，拢会当用较趣味诶方式，就是代表讲伊会当体谅讲这路上诶人啊，无实在即个身份人，伊拢会当去体谅，较有法度去甲因讲好笑诶笑话，就是讲伊意思拢就是讲拢甲伊讲对，阁甲伊话阁转一下，毋过对方袂想讲你甲我冤家，你甲我两袂安尼感觉安尼。像今仔我因为进前有一个查某夜妇啊，就是对我的态度真正歹，足无耐心的就亲像讲
我若要家借手机这是公司的手机嘛，就伊保管，我无甲伊借嘛袂当嘛无法度找别人去借，我家己借手机我就有压力呢，因为伊就会对我态度足无好诶。若是讲伊对每一个人态度拢安尼，我颠倒欣赏嘛因为伊毋是讲特别对我对我较歹毋过咧，即个查甫爷母伊是敢若对我特别无耐心，特别讲会掠狂安尼偏偏讲话我若加讲两句，伊就开始掠狂。今仔日拄啊好嘛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甲伊小介来即间公司伊阁甲我阁做第二摆同事，伊就讲讲某咪人是安怎伊嘛是安尼对待伊呢。我就想讲对对有时阵就是有的人毋知影安怎就是讲对某几个人足特别好，好甲讲伤超过伤委屈家己毋过阁对几个人较无主流的人这是特别掠狂我想想有可能讲咱的能量互对方感觉讲较软正，就是较无自信讲话惊惊，有可能是因为安尼的关系，变讲因为即个查甫爷母，伊是对每一个人拢足高正的遐高正，其实伊需要一个出口嘛伊就变讲奇怪，看到这较软正的，就是会挡袂牢伊掠狂阁会讲你莫做就煞，我去找别人，就是做白白就是无就是讲无为着工课去好好为着工课去较有耐心的去合作就无有可能就是不爱插咧讲这你的代志毋过一方面阁做出讲对伊家己的工课伊分配工课做甲足招运的做甲足尽力的就变讲伊若对咱膝头合作的物件足白烂的别人毋知影就是有有差别的对待安尼真正的就是讲会有少数的人感觉真委屈，想讲是我倒位做毋对伊哪会爱安尼对待若拄着讲有共款做有的人就知影讲就是迄个人的问题阁会开始牵讲阁有啥物部门嘛足找伊的听下就足爽的，讲对，都毋是我的问题这嘛是互我足有想法的我的想法就是讲要安怎去解脱解脱一寡代志对伊就对我掠狂有原因有百款嘛有可能讲我的能量就是较低足惊吓的伫咧无形中伊有发觉即种能量伊就摕来掠狂安尼嘛毋知影拢有足侪原因呢伊其实就是会使互我看清楚讲这无共款的体验无共款的要安怎讲呢，就是讲就是因为有伊安尼的刺激，我较会发现着讲其实啦就是讲我家己的想法情绪，阁有一个理念甲伊用较好势的
有诶人就是做诚济代志，看起来足无用刺插。毋过咧，伊头脑内底伊诶情绪无好好整理，伊就定定会讲，这人哪会安尼？伊就掠讲啊。虽然讲我嘛有一2种时机嘛会有想要掠讲，毋过我嘛毋是讲会定定安尼。若定定会安尼，当然就是爱去观察，爱找出原因就是莫定定安尼啊，无就会影响讲家己会不知不觉会变成一个即个头脑内底作乱的人，情绪作乱，连家己拢毋知影为虾米爱安尼生气，安尼无道理的生气，就会想讲是对方白白关系。我相信毋是，是家己的内心有无整理好的物件，就亲像讲看着讲今仔做摕提巴做摕互人牵成做小主管的人，是别人呢，是某物人呢，我心肝都白得过。这就是共款，就是有一个即个信念存在。这信念若足够一个，就变讲，我会对每一个人拢足容易就食醋，容易就讲伊凭啥啦？是我讲主管无甲我欣赏啦，我甲你讲啦，主管欣赏我，较会甲我的才华展出来。即个时阵我是比这人搁较厉害。若定定有即种思想，足激动的，就变讲心内会诚乱，看袂清楚讲爱行对倒一个方向，互家己变成安怎的人。因为足侪情绪一直来，就变讲厝内若讲足侪物件足乱的，搁一直买物件囤物件，你就无法度去找着原来你囥啥物物件，你的物件囥倒位，你可能进前买一个物件，你囥伫袋嘛找无啊。就是莫互家己的情绪一直起掠讲，像我就是会交紧张，就算无啥物代志，嘛会去想讲，等下阮翁若看着我安尼无整理物件，伊会生气无？就开始紧张。若讲伫公司较无代志做，会想讲别人会安怎想？会想讲我这个人拢无贡献，嘛开始紧张。就是讲我若互家己一直紧张一直怨妒一直对家己讲我哪会才华拢无机会发挥，有足侪才华，毋过拢无拄着好的机会。若定定有即种情绪，而且阁足强的，其实就是讲需要去整理就亲像草发甲伤长，爱甲伊真正的头毛发伤长，甲伊真正的道理共款，就袂当讲有互一个若讲就摕即个查甫夜妇来做例，伊可能大多数的时间就是讲，伊要甲啥物代志补甲做好，补甲做100分，迄是诚好。若讲伊的心内就是足简单的，就是甲代志做好，做有成就感成就感的话，安尼诚好。毋过伊若嘛补袂清楚家己心内伫想啥，甲我讲话明明是伊主动来找我，结果我回答甲无伊就无介意，就开始起掠讲变讲伊若定定安尼，伊就会想讲，
伊就无法度去找着家己为虾物会安尼，爱需要安怎去改变家己，莫安尼起掠讲，就亲像我若定定甲别人怨道，会安尼一开始的时阵啊，前几年的时阵，我嘛有即种惯势，就是看即个查某爷母对啥物人诚好，两个人足有讲有笑，我真正会食醋。无就是讲一群人做好好诶，斗阵去创啥啊？我嘛足欣赏诶，想讲我其实嘛足热心诶我嘛会当甲人指导，我嘛希望讲我有即种一群朋友、一群同事安尼逐家拢做好好诶。我是内底诶主要诶人亲像讲即个中心嘛有即种迄个时阵就是想法拢足乱诶啦，拢一个想要这，一个佫想要迄。若主管讲一句话，我就开始去摇，讲伊是无欣赏我做人，伊伫主管伫暗示啥物，伫暗示啥物，暗示啥物，就逐工诶情绪拢伤济，佫伤强，变做家己无法度去找着家己，整理家己，就会变安尼。我即马有发现讲，我隔壁诶同事是有影有心要甲我斗相共，我有甲伊讲，我即马有想要改变家己，就是互家己是一个有智慧诶人，有成长诶人，就是会修炼有修诶人有修诶意思就是讲会去整理家己，讲哪会安尼想，毋免讲去怪别人，讲都爱讲伊诶歹话，就是伊白白啦，白白诶拢是白白，白白拢是别人无顺诶拢家己，委屈诶拢家己。我需要甲即种想法甲伊整理诶，变成讲会当为一件代志去看到一个道理，即道理佫会当运用，运用毋是讲家己变甲佫较有朋友佫别人佫欣赏主管佫做肯定诶，做学乐诶，毋是安尼，是整理会知影讲，对我即马虽然都毋是讲伫工作上就是表现是第一名、第二名偌好诶，足适合即个行业咧，这就是我诶天命。我毋是讲爱行即个路线，是讲我即马对我家己诶现代状况会当讲伫安尼伫即个状况嘛会当找着我诶趣味，嘛会当看着讲这对我若遮有帮赞我若讲逐工拢去补工课上诶代志，想要做一个足好诶小主管未来去甲别人竞争，像这小主管会有足侪人拢是替培养出来、栽培出来诶，有希望诶人，有希望去接班诶人，毋过咧有可能有竞争逐个拢感觉家己上好是家己，毋过即个机会敢若有一个人嘛，其他诶人当然就是会讲哪会安尼无天理，一个人感觉讲对，就是安尼拄仔好，有9个人，这郁住啦，生气啦，
就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会当去做行别种路线，而且嘛袂讲，搁甲即种想要做大代志、做大官做安尼表现诚好，领足侪钱即种观念，搁套伫家己的身躯，变讲你为东面东面去行，搁看西面的风景，都毋免去做即种身体甲目睭无共款方向的代志啊。我就讲会想好讲要做安怎的人要做安怎的情绪的意思，就是讲像即个查甫的同事，伊有可能是条件拢诚好，毋过有几个错误的信念，互伊有一个习惯，伊即个习惯就是会对少数人会掠狂安尼，就是讲伊的态度差诚济大细心，有可能就变成安尼嘛讲像有一个人讲是有一个主管啊，嘛就有人讲这伊叫是沈梦龙2.0嘛有人安尼讲即个人沈梦龙2.0呢，就是有可能伊早去做别道的时阵啊，拄着主管对伊诚无好，伊就记牢牢，变讲有一摆伊就去检举迄个主管，甲即个原来主管补甲诚凄惨，尾后伊来即间公司，有可能即种信念阁一直对调的伊就变讲攻击性足强的，就是讲伫办公室内底有可能就会去分讲这是家己人这我想要甲伊创掉，这不合格，就变讲伊若惯势的想法就是安尼，变成讲就算讲伊是条件诚好的人，毋过信念甲情绪阁观念有一寡真差的话，就变讲伊这个人会甲人伤害啦。我真正是总讲一句像这查甫的夜妇，伊嘛是会甲我伤害。虽然讲我嘛伤暴力的心情毋过伊安尼真正会甲人伤着啊！每一个替伊掠狂的人，拢无一个欢欢喜喜啊！阁有这沈梦龙2.0啊，2.0嘛是啊，伊就讲这个人毋是听话，毋是我一开始面试的时阵，当然是伊诚喜意，毋过入来做伊的下骹手人，就开始甲人嫌，嫌到一年以后，就想要甲人创互走，甲人赶走，就变讲伊嘛是甲别人伤害。虽然迄个人是伊的下骹手人，即个2.0是有即个权利毋过咧，真正是甲人伤害啊！就即摆事件，高加如伊的前男友姓林的，其实伊嘛是条件足好，毋过可能有啥物错误的信念，变做伊嘛会掠狂。其实共款，只是讲有的人掠狂，伊嘛无法度对你安怎，就是即种大掠狂尔。咱拢同事嘛，伊嘛无法度甲我争啦，甲我争。有的人是会摕八达甲人讲嘛有，像这即马足出名，逐个拢一直伫讨论的即个林的，有可能伊嘛是有错误的信念，即
情绪嘛作乱，伊嘛分袂清楚讲家己为虾米要安尼做。无人讲一生落来就是决定要做歹代志，决定要去甲人伤害，其实拢毋是。这伤害别人是手段，毋是目的。真正无，其实人类是无介意甲人伤害。变讲，毋过伊做诶代志，就是对别人足大诶伤害，佮一再诶去甲人伤害。我想讲，这著是共款，就是伊无去整理家己，无去整理家己，甲家己去带领甲一个较单纯，想好清楚家己想要啥物，著一两款，安尼豆豆为即马出发，安尼豆豆行，嘛毋免去形成讲这主流诶价值观，别人诶眼光，豆豆家己抽掉，去看着，若有即种智慧，就会豆豆看着真正对家己有帮助诶代志。像隔壁同事我著看着，伊有想要，有想要讲，若讲我想要增加智慧，想要甲家己修较好诶，修较好诶，就是讲，若讲修炼，当然就是修家己毋是修别人修别人敢若有修理别人尔。修诶意思就是讲去对家己来下手啦，而且下手著毋是讲甲足济惊吓诶，足济对家己无满意诶，佮家己放大，佮有讲足悲观诶，做看家己袂起诶，家己放大，变甲足济，这著毋是伫修，伫修就是讲去修正。有一寡想法你足想要爱，毋过这毋是你真正想要爱诶物件，只是讲有一寡洗脑诶价值观装伫咱诶心内，咱无去家己好好去家己认互清楚，明白讲这著毋是我要爱诶物件，我要足侪人诶肯定，这介实嘛无需要想要得到大多数边仔诶人，路上诶人，这肯定有可能是细汉诶时阵想讲，哪会老师敢若看着前几名迄几个好学生，对我就是疏忽掉，有可能是细汉开始累积一寡想法，毋过我无去家己剪互掉，无去互家己无去甲家己诶伤痕好好甲家己揽一下，叫家己讲，这无啥，家己安慰家己，因为咱即个社会，咱即个无去做即种代志，特殊足侪人其实拢受着足重诶伤痕，毋过伊毋知影，伊敢若知影爱去追求搁较济男朋友女朋友愈济愈好，无就是爱去操蛋讲家己做有办法诶，无咧就是讲台语爱讲较足好诶，一讲逐个拢讲你哪会遐厉害，会当去顶，就是讲有诚济诶观念想法其实是无需要诶，毋过咱拢毋知影，咱有可能会当看别人看会出来，因为别人就是影响家己甲家己伤着，毋过对家己就是无法度去面对家己，亲像讲，进前有一个
作者伫写小说，其实我足欣赏的。只是讲话着超工有一寡讲会当大家交流的迄种较刺激的，就是有人会甲我反驳，安尼就会愈来愈侪人会交流迄时阵有淡薄仔安尼想。即个作者就是掠讲啊，讲我哪会对即个内底歹人疼趁歹人，不爱疼趁即个主角。伊就是主角，伊就掠讲啊若有一工，伊就好好去想讲，我为虾物会掠讲有即种想法？伊就会心中就有想，毋是讲我需要讲去强调我对伊毋对，其实毋是安尼。嘛是搁举一个例，就是讲我进前伫底卡写日记，嘛有一个人伊就讲你这日记哪会使囥伫即个版呢？你应该去刷去倒位安怎安怎？我嘛掠讲啊呢，这是共款的道理，就是讲拄着代志，我会想讲，毋是迄个人白目，毋是即个简单的原因，是家己爱甲家己的心内去整理的，讲为虾物即个人去甲我苛刻我着掠讲。就是时时去想，搁想互清楚讲，我这掠讲其实是有必要的嘛？有可能有一寡点是我就是对这做较注重，对这掠讲嘛不要紧毋免讲拢啥物代志拢讲我做好人，啥物代志拢讲这着甲家己的迄种放较高，囥伫较悬的角度做神的角度莫去计较，嘛毋是安尼。就是讲我定定爱去注意讲，我若定定会讲，为虾物别人不爱甲我讲台语？为虾物别人嫌我的台语有一个腔？我若定定为着这代志伫艰苦，无就定定会烦恼讲，翁是毋是？阮翁是毋是会讲我无摒厝内无安尼无安怎？翁哪会甲我嫌？就是若定定有即种困扰家己的情绪，就爱需要去分析，分析家己，就想讲内底有啥物是主流的想法，其实是洗脑洗去的，毋是讲真正家己心内的物件，是外口去外口的物件去去钱伫家己的头壳内底，这叫做移植，去就是其实毋是家己的想法，就有亲像讲。我有拄着即种代志，我有一寡观念是阮姊互我的，伊就想讲，做人就是爱现实，爱实在，爱做实价的啦。无就是讲，即马就爱规划未来，为伊阮姊就是会为伊的囡仔去拍算，就会去规划，伊就是一个会去规划做实际人。当然伊嘛有好处，就是讲有一寡啥物人甲人中间怨道食醋就超讲讲，进前我甲你是较好，毋过为着要互你心肝艰苦，为着互我家己会当报复你对我无起有一项代志我袂爽，为着要报复，要互你知，我超工就不爱插你
阮姐啊会当讲对即种代志拢看较开，毋过伊嘛有看无开诶所在，而且伊有一寡思想其实是不知不觉就是踏入去我诶头壳内底。有一寡思想是别人诶哦，毋是家己诶哦。若是别人诶，就是甲家己是较袂合、较袂斗诶啦。若是讲是较像讲隔壁同事，伊就是讲看较开嘛，毋免讲用一种角度用一种是非去看代志好歹毋免去评论这若是较好诶思想，会当学起来。毋过有一寡思想，就是会互家己艰苦诶，互家己袂得过，互家己会去怪别人、怪家己，较无轻松诶。像讲我会惊讲，这伫咧公司若讲无安尼足标准诶看起来就是一直加班安尼拍拼，足烦恼诶。若你即种若我即种烦恼，就会当讲去甲伊真正诶修正，因为这烦恼济就变讲你就会紧张。你著做即项代志诶时阵，你著讲我阁想要去演戏，演甲我足骨力去工课，你著两项代志拢做袂好势。所以讲若去修炼，就是互家己较简单诶。有一寡足紧张诶足想要趁大钱无就是讲这买股票我哪会安尼减趁我哪会先袂牢无会当，这嘛是无必要诶即种即种想法，你即种想法会互家己就是足烦诶。这嘛会当去甲伊偷偷甲伊放下，讲这钱趁偌济拢定好诶，而且我若安尼定定烦恼，趁无济嘛烦恼，了钱嘛烦恼，安尼其实我就是讲我伫咧好好投资，其实我浪费诶是家己诶快乐、家己诶热情、家己诶自由自在。就是安尼去调整家己诶想法，互家己讲豆豆变讲一个袂紧张袂讲足困扰嘛袂讲一直去讲好歹去判断去评价好歹人这个人台语真好我的台语无好这个人逐工咧拍分数，我是啥物评判老师嘛？是台语演讲比赛评判嘛？我都毋是既然毋是，就放过家己我就想要讲较真好诶台语，即腔是足好诶，拢无臭奶呆拢就有即种放变成讲为着即个放，就开始讲无放家己线，嘛无放别人线，就想讲这人这台语讲较好，哪会不爱对我讲？这人安怎？其实伊无甲我讲台语，我真正嘛无差嘛。即马遐济资源，拢嫌无时间听尔。其实我会安尼想到，是想要一个肯定尔别人肯定讲你是台语人我只是想要迄个物件，毋过迄个物件对我真正有意义吗？我若今仔讲学台语重要诶、珍贵诶是这学习诶过程，这个心理这个决心是一个看袂到诶物件毋是讲我学这台语变真好，这就是社会诶即种观念啥物拢是看成果诶嘛。就是爱偷偷调整家己诶观念，就是安尼。